明報社評：近日兩宗與醫療有關的新聞都引起關注。內地港童來港就醫日多，威爾斯醫院兒童癌症中心約有20%病人是內地港童。本港部分私家醫院非產科病協也開始爆棚，即使購有保險也一脅難求。據本報今天報導，養和、浸會和仁安等私家醫院去年的處高院率高達76%至100%。此外，也有私家醫院指出，病人入院醫非緊急病症，一般要等3至7日才有位，是過去鮮有發生的事。有錢或買了保險的病人想入院也一脅難求，急症唯有到公立醫院。數字顯示，上述醫院內地人使用非產科病協的比率甚低，普遍不高於5%。私院一脅難求，並非內地人來港求醫佔用協位所致。有資深醫療界人士表示，近年醫療保險日漸普及，越來越多人願意到私家醫院求醫，這是否病協短缺的原因？當局需了解清楚。過去私家醫院為人詬病，多是收費高昂及不透明，但總的來說，有錢或已購入保險的總算能夠得到較佳服務，但如今卻出現有錢也沒有協位的現象，反映當局在規劃追不上時代步伐。更甚的是，香港正考慮推行醫療融資改革，鼓勵病人走向私家醫院。若現時私家醫院的服務已問題多多，公眾又怎會對計劃有信心？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，在目前的公立及私營醫院系統外，考慮開闊第三條路，由政府親自落場，與非牟利機構合作營運自負盈虧，提供套餐式收費的醫療服務，專門服務購有醫保的港人，為確保營運得宜，可讓公眾人士及議員等加入董事會監察，帳目亦要接受政府審核，杜絕即使買了保險也找不到病協的情況。香港的醫療服務水平甚高，有潛力產業化，但必須確保本地人的服務不受影響。政府不能在醫療服務過分信任私營醫療市場，否則最終受害的將是議價能力有限的基層甚至中層。若未能保證本地人醫療服務不受影響，產業化只是空談，最終只會肥了個別私家醫院及醫生。